嗨，大家好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甜品嗬，因為我好中意食甜嘢嘅。咁今日呢個甜品咧就係椰奶花膠蛋燕窩。咁當然啦，就準備你可以俾幾多嘅份量咧，你自己按照你嘅人數啦。咁你就燉呢個甜品食嘅話咧，對你自己咧身體啦，就最重要係養顏啦、滋陰啦。咁如果你想靚靚嘅話咧，咁你就試下啦。再加上而家冬天哈，如果你燉呢個甜品嚟食嘅話咧，咁你更加瞓得好啲啦，同埋對嗰啲身體虛弱嘅人咧，你想保健身體養生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好嘅甜品嚟嘅，一個補品嚟嘅。材料包括無糖椰奶、花膠、燕窩同埋冰糖。首先將乾燕窩清洗乾淨之後，放入清水中浸泡，直到變得柔軟透明。乾嘅花膠咧，要預先咧用清水浸泡2至3日咧，至到軟身狀態嘅。用薑片同米酒將花膠煮熱去腥，將軟身嘅花膠同200毫升嘅清水、少少冰糖放入燉盅。以隔水燉方式燉半個鐘頭，加入浸泡好嘅燕窩同椰奶，再燉15分鐘㗎。你睇呢碗椰奶花膠燉燕窩，色澤潤滑，養生之寶。咁美味嘅甜品呢，你全家一定喜歡嘅。